成個片區咧，唯獨呢度嘅兩房咧最吸引，性價比最高嘅，因為咧佢能夠做到4開間朝南啊！無論喺我哋嘅廚房咧、洗手間咧、2個客房以及衣帽間咧，通通都係朝南嘅，只係兩房嘅設計啫，總價100零萬出頭啫。6分鐘嘅車程咧就去到南平華發商都，8、9分鐘咧同樣去翻環宇城嘅。最近我哋珠海市區嘅精裝修兩房，總價咧大概都係120萬未到，仲要係精裝修，我哋睇到係現樓嚟㗎啦。大概係4到5個月時間咧，你就可以收樓入住啦。小區咧亦都有港澳直通車，90蚊個半鐘頭咧就可以去到香港荃灣以及係太子嘅，性價比咧比較高嘅。而家咧仲有5萬蚊嘅首期咧，你就可以收樓入住啦。跟我上去睇下示範單位。嚟到兩房嘅示範單位 ，Jason 咧就比較中意呢個戶型嘅，因為喺片區咧好難得會揾到兩房嘅單位，而且咧3開間都係朝南嘅。入戶呢個位置咧，留咗空間大概2米，自己做一排收納櫃啦、鞋櫃啦，過翻嚟餐廳嘅位置。廚房咧交樓嘅時期，我哋係有推拉門嘅，而家咧變成半開放式，咁樣嘅話咧就會睇落得會更加之輕鬆嘅。呢邊係有個玻璃窗嘅，過翻嚟咧，我哋先睇嗱洗手間嘅位置啊，入邊係乾濕分離嘅，成個空間咧都係比較闊落嘅。入到嚟第一個客房啦，呢個客房咧唔單止可以放1.5米嘅雙人床啦，我比較中意佢嘅大玻璃面啊，睇小區望園林啦。咁啊，樓下咧就係自己小區嘅幼兒園啦，所以配套係齊全嘅，70米左右嘅樓間距咧，光線都係好靚嘅。咁啊，呢度做書台咧，側面咧就做一排到頂嘅衣櫃啦。過翻嚟就係我哋嘅客廳位置啊，3.4米嘅開間，出邊露台咧更係佢嘅賣點之一喎，係咪啊？送出嚟嘅面積6個平方，你諗下喺度做個洗衣台啦。咁啊，將洗衣機啊，其實做擺晒喺度咧，都係冇問題嘅。一面嘅大玻璃窗，右手邊係望河景嘅小區園林朝南。咁啊，再入去睇埋佢嘅主人房啦。其實呢個戶型咧可以做到3房嘅設計，不過如果2房咧就會更加舒適啦。一入嚟呢個主人房咧，右側咧就係擺咗2米嘅雙人大床咧，大玻璃面朝南。呢個衣帽間咧，原則上都係一個客房去改變嘅。喺呢個位置做一排衣帽間，其實佢個進深咧亦都係相當足夠嘅，標準嘅大衣櫃嚟嘅。咁以後咧呢個位置咧擺一面嘅全身鏡，我哋嘅女主人咧喺度擺塊軟墊做瑜伽或者係做普拉提都係冇問題嘅。嗱，呢個單位咧總價咧就只需要100零萬嘅啫，咁啊幾萬蚊就可以入手，全南向難得嘅小戶型。所以我哋嘅一對新婚情侶啦，一家4口咧，其實住得好舒適嘅。咁啊，其實同租房嘅價錢冇乜區別嘅啫。而家咧就得翻3個樓層，都係高層嘅靚單位，兼且係特價單位嘅618特價。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就喺評論區留言咧，Jason發資料俾你。拜拜。